隨住歲數嘅增長，我哋嘅身體會有好多受損嘅機會情況發生，亦都有一啲人係好似我咁樣係熱愛運動、熱愛工作，同時亦會累積勞損喺身體之上。所以今日我就前往泰國曼谷非常著名嘅物理治療診所，係緩解同埋改善我身上嘅痛症問題。一開始診所嘅前台人員已經係非常細心了解有關我痛症嘅相關信息，接下嚟就到物理治療師開始喺我身上尋找痛症嘅真正來源。因為我嘅痛症其實係有關手指長期處於24小時都係感受到痛楚同埋麻痹，呢種嘅唔舒服嘅感覺已經係維持超過1年噶啦。各方面嚟睇都係非常棘手嘅問題，所以喺專業嘅照療之下，首先會進行1對1嘅對談，了解平時我嘅習慣作息，然後就透過根據上述對我嘅了解，開始追蹤我身上嘅痛症來源。經歷長達1小時嘅努力，發現我手指嘅疼痛嘅來源其實係圍繞住我手臂背後嘅肌肉，仲有喺我頸部之間呢2塊嘅骨頭附近嘅組織所引起嘅。所以接下嚟就使用專業嘅物理治療器材嚟為我達到深層嘅治療。隨住使用超聲波治療同埋電刺激嘅治療，我馬上就感覺到手指漸漸係開始放鬆，痛症嘅強度亦都慢慢咁樣減退。另外亦都有用上熱敷同埋專業嘅物理治療手法，係對真正影響我手指疼痛嘅位置進行直接嘅治療。慢慢整個療程完結之後，我嘅雙手真係感到放鬆，手指之中嘅神經緊張症狀亦都得到改善。最後物理治療師亦都會根據整個療程嘅觀察，為我安排針對緩解我手指疼痛嘅康復動作。以上就係我呢一次嘅真實個案分享同埋展示，希望係能夠幫到受疼痛困擾嘅人士。